胃係一個伸縮力極強、工作量好大嘅器官。每日由朝到晚，我哋食落肚嘅甜、酸、苦、辣，各式各樣嘅食物，都需要經過胃部處理，再一步步轉化為身體所需嘅能量同養分。不過喺都市人節奏急速嘅生活下，好多人飲食時間唔定，經常外賣、夜食，再加上工作壓力大、應酬多，容易令胃部長期處於負擔狀態，影響整體消化舒適度。因此，胃部健康同生活質素息息相關。與其等待身體發出明顯信號，不如從日常護理做起，為胃部建立穩固嘅保護基礎。Acti Good Way 健胃寶正係以日常胃部護理為出發點而設計嘅配方。整體概念並唔係針對即時不適，而係透過多種天然來源成分，協助營造健康嘅胃部環境，支持整體消化機能，適合作為日常調理選擇，幫助胃部維持喺穩定而舒適嘅狀態。首先，配方中嘅日本海允殼藻多糖，採用獨特製程提取多糖體，係一種性質溫和嘅成分，常用於日常胃部保養，有助維持胃部內在環境嘅平衡與舒適感。喺礦物質補充方面，產品嚴選已獲美國 FDA 認證嘅英國紅棗粉，佢含有鈣、鎂等多種天然礦物質，來源自海洋，成分穩定，能為日常飲食提供溫和嘅營養補充，配合整體胃部健康需求。至於植物來源成分，牛蒡萃取一向被視為有助腸胃健康運作嘅選擇，配合日常飲食，能支持順暢嘅消化節奏，令餐後感覺更輕鬆。另外，配方仲加入咗陳皮同茯苓，呢兩種係飲食文化中常見嘅材料，有助維持消化系統嘅平和狀態，同時帶來放鬆嘅感受，適合生活節奏較緊張嘅人士。同時，山藥亦係配方中重要一環，有助維持消化系統整體運作嘅順暢，特別適合關注腹部健康嘅人士，作為日常調理之用。最後，配方配合綜合分解酵素粉，包括鳳梨酵素、澱粉酶同脂肪酶，能喺消化過程中協助分解食物，減輕餐後負擔，令整體消化過程更為順暢。Acti Good Way 健胃寶每日2粒，午餐及晚餐後各1粒，係你日常飲食嘅一個小搭檔，幫助胃部維持穩定與舒適，食嘢都可以放心啲。同時，想維持良好胃部狀態，可以從健康嘅生活習慣入手，例如盡量定時進食，多選擇新鮮蔬果，減少高糖、高脂及高度加工嘅食品，同埋避免喺瞓前3個鐘內進食。每日保持20至30分鐘嘅簡單活動時間，亦可適量飲用薑茶，或者將乳酪加入日常飲食中嘅溫和選擇，都對胃部健康有正面幫助。畢竟胃部健康係一門長期功課，由今日開始用 Acti Good Way 健胃寶配合呢啲好習慣，一步步照顧好個胃，先至係最穩陣嘅長遠之道。